桃花来人自成，难得一位新朋友，曾与惊喜要啊，李公子，小师爷亲临大清，今则有心事候啊。江湾秀丽，是女是女，令人心醉哦。李公子，令人心醉的还在哪边呢？哦，一个酒店，敲门啊谁？鸟手捧出桃花酒，9年没来人言瘦，只怕离别。李公子，你看美人出来了。溪水清澈晚风声，姨娘上上。芸娘姐，我来帮你跳水。芸娘姐，我来。姨娘，我的好侄女，我来替你们迎接迎接。哎呀，我知道，这就是李君卿李公子。那呀呀呀，好机灵的大姐呀！我知道他还是新生之妇，我他生的去老爷。哎呀，帅嫂，贵客临门，请李公子到小店饮酒。对，且是饮了不可无酒。李公子，请。李公子，请。不，小师爷，二位神兄。再不要老子不成他们去难得今朝做成语，今天是桃花之夜，我不但他的饮酒在临门，小师爷天色不早，我也该回家去了。李公子，你这我是快不起我嘛。哪里？李公子，他我为你小亏了，略为你洗天头啊！莫道春光来不问，少年怎不风儿笑语了，请你喝杯桃花酒。一杯酒，你怎能无情？我应承。这还一杯嘛？不行，哎呀，哎呦，芸娘，你看你怎么是吃了嘛？放他出门经商，家里我累着衣裳，心下的。快走，快走！只要你秋夜下水，我请允。福天城相见归来路。
家人难得最亲民。一路举勇看关照，家人桃花尽随去。哦，正好有只水桶。你只给些东西。你把我雨伞捞起来。哈，那你陪我谁动？好好好，你把我雨伞捞起来，我陪你谁动多少银子？你说。哟，胡天成，穷须人有银子啦！好，谁同不用你陪，今日清明节，我也向你讨还18两9钱银子。咦，谁欠的银子？你常喊胡居郎欠下的银子啊！这个把家之生欠下的银子与我有什么相关？以前不是你为他退还欠账的吗？那都是小三光昂逼我，从今以后我再也不认账理。可叹一落的秀才胡天成，借我3光什么怕3分，居郎是你亲袍臣，向你赔还欠账的。不想你当我美居相云娘，遭风迎夜把肚胀，小三光坐着府衙门，须在想敲出了伤心肠。那桃花尽随桃花针，太岁之头太巨狠，9天3天不肯成，我望你不告而去是为臣。我是啥？哎，我是啥？我是啥？是可杀不可杀，小看碰上太恶毒，你的嘴巴太恶毒，比你去见比方说，你与我走。哎呀，快来神呐！哎呀，快来神呐！云娘子出了什么事？他挑衅我！不，皇天皇上是挑衅妇女。哎不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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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山上那个衣衫，坡岭那个地方，吉林个林，脚下的头个，我吉林个林，可叹
啊？哎呀，原来是小师呀，小师呀，我看中耳侬过了，哎呀，侬帮忙啊！居然小师爷一出府门才入台，那我向小英呀，侬就哈回来啊，跟我向吴地珍讨酒钱去。啊！哎呀，我发气，怕什么？我这再上忙去呀！我儿说他拿起菜刀，左脚进门快左脚，右脚进门快右脚。哎呀，再说就我就在家里弄炕里，实在做不出油来。哎，我看侬也是把气。莫道龙康不在有，女儿说他包银子背金头，我说他不爹不良是那种要老有水跟我走。哎，我不去，下不去！哎呀，不去！去。中乡一声声，眷鸟归林，一往魂。我好恨呐！跑不光头太多恨，当得我头部下来做一件。手中上有钢刀在，我英雄顽强滚杀人。娘子开门，娘子开门！是秀才回来了。秀才，你挨打了？我恨不得杀了他们！这是什么？啊，银子！秀才，你到底哪里来找许多银子啊？穷须在哪来找许多零？
金币杀了人，好日今的小奴人，抢了这3把鲜花翎。太虚在地前前草举行位，今见他月色草家得方位，进门来我最狂野我不信。哪来这大包银子？非银财。二婶，俊郎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是五日不等三宝地，我是来向二婶家的银子用用。银子。俊郎，你儿说家道贫寒，哪有银子借与你呀？这些铜钿你先拿去用吧。哎，我既然回京是土，斗爹不要，我要银子。被你儿所听见，又要骂你了啊！老子今天发破，别人说杀人抢银一路的，风筝把两筐拿来，拿来，拿来！你父亲为父不能发王财，宁可起兵不往来。他也是留下你这个浪荡子，把家产不你自在夸成亏。你欠下9件饭账我收来，被人说杂起来，今日你赶快上门来工作，看到你这狗腿不许再来。哎呀，徐子，哎呀，你走开！徐子，徐子，你走开！好了耶，要同到山林了。用，不准你过！我就是要管。先把分明做上对，我不放你让我吃来。要你区区9件莫拒付，而要你分节菜一杯菜，谁人不知我小是言，一言尽成驷马来追。小事做子，谁管不听，哪个管不依？往日里神气特身怕遭害，今日我官对多荣富居位，小帅官，你身为知府衙门营房司爷，团长王方营私作弊，你一度比杀人不见血的毒计，要叫人人惧怕你这条毒鼠。骂得好！市井老百姓不怕你了，因遇来了我知府，镇上吏治多少头上把刀开，
一等半子当寡太，自命永不食富态。前人百姓都真快，敲诈牢骚的许再来，雪把银子拿红颜，一上把来趁早滚开。你好大的胆子！我这条驼肉还没有死，你不怕闭门苦从天上来？很为有气！哼！娘子，你看我得罪了这条毒蛇，怎么办呢？许才，你杀了莫怕，怕了莫杀，不知话是心不静。许才，你到底哪里来这许多银子啊？哎呀，娘子相信我不做坏事，那都是年上死神儿所在。这三不两分银，乃是我公私之本呐。哦，娘子，请客啊。原来如此。年上说雪中送他，似春来送心开回。没有，我得在老虎头上遭殃啊！哦，他关于你的冤家对头。不，我的冤家对头是那新来的知府我姐，他把我整垮了，爱天7冷水，滴滴在心头。那你把他的去冷害宰了，也害不了四品知府。迟早有机会，云娘要请你帮帮忙。曾经的曾不可在，桃花为了少年，拉拢公子去杜绝不海龙，对前程来。浇花心。
勇气呀！我们都输光了。二位输光了，亏委屈啦。明天再来回本。对，明天再来回本。李公子，明天会。明天会，明天会。小四爷，时光不早，我也该回衙去了。哎，李公子，二公一姑扶摇生意，他们早就进逼了你。哎呀，我帮着酒一杯，举落欢唱恰放啊喂，深更半夜回衙去，惊动上下真爱辈，姐姐咱忙我还好累。怕继父再更久的要问才。李公子，深深爱得几回醉，逢场作戏也应该，明日为衙生花花，一门为玉泪下来，手下千钟长夜忆，替我银娘来作陪。哎呀，不对呀！啥是你丈夫回家，生活为家我有恨也难开。她丈夫姑苏废酒已有多日，廖金丫不会回来。这是她丈夫回来为难于你嘛？那你就接他。哎呀，开什么玩笑哦！好好好好，我回家一转再来陪你喝个通宵酒，你就可毕业了。哦，小四爷，那你早去早回呀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来。再说他居心不良，没爱说，恰不知我的公子
心头平平跳。灯下美人啊，更好看。桌上银子送与娘，你可以买车买包买金钏。李公子，你真好，从今不准你赌博啊！哎，你背影与娘的去了你呀宽。不，永娘姐姐，我实在不会应句，我的头好像有点晕。来，一行船回到了桃花津，梦在此见我灯照烟明，身背婚前结重，出门离事喜在心。回家来只见灯火外围呀西，庭事居多不肯阿定，可气娘亲真怕，几次劝他总不听，放他怎要把门开？李公子，你真好。永娘姐姐，你真好啊！听见了暖女笑声去你心。永娘姐姐，永娘姐姐，哎呀，哎呀，婚不辞对暖女，不由放他老不心。开门，开门！开门！来了，王爷这个回来，谁知道神还是鬼呀？你做的好事，产子，走开！滚开！你这狂徒，走，随我衙门去！
小三哥，你在我家开10多场招亲郎子，今生我少不了他，也少不了你这块活生。到场去，走，随我上堂去。青青，青青，你把他的丈夫杀死了！天哪！再说，你难道要我往死胡同里推不成？混账！一切听我，保管你平安无事。谁会泄露？杀身凶手是你一门。天哪！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哎呀，差生命了！哎呀，桃花镜里头是那个地方，他被人归西，金钟老七八三，不敌人民是九郎啊，是谁拿刀归西里？我还说父亲父女帮我去，是谁设亲临杀人跑进里？悄悄话可就听得马汉子心。叫他杀我陈女婿，你有种到他家中藏血印。当然有种，不过嘛，哎呦，我肚皮啊，我实在。那去一人银子啊，岳衙门打官司。不行啊！高原不是高夫，哎呀，高夫嘛是高夫。哎妈！要是我知府分离吴九郎，保安为什么不去岳衙，恰到本府高查？那我就说是小事呀，三高原不是高夫的。哇哟！你要是老百姓都相信我青天大老爷，审冤报仇，民间高原，谁与对待越界高尚？知道了。买！要是我知府进到某一拍，都大逮吴九郎。秀才杀人不可信，逾越外伤别无理。要是有诬告者，充当死者大败。哎呀，我把银子还不弄，哎呀，还不弄。九郎啊，先把银子你来拿，当官司来，我来讲。王府天为尊，百灵这方情
理应明确，心是神。传副九郎上堂，副局长上堂。小丈夫局长看见他神，副局长，你为何保管不到人呀？恰到本府，有些高潮。老百姓都相信有青天大老爷，要有包公开封府，为民审案，民警高原，谁对单有这高潮？他担负九郎，秀才杀人不可信，有晚上别诬你，你定是玩诬告罪，拉下去总当死着他哎呀，大人冤枉！讲。大老爷出过告示，结局不报，终日一责，知情不报，才将一等。我还说他不但桃花精杀人嫌疑重大，而且他还要动刀杀我还说这不许你可需要当堂对证，是残酷一棒。是。传副天正上堂，副天正上堂。圣愿武殿臣拜见青天大神，取下所列。呀，秀才光目有强，傲慢神有几分光，书生正宗杀人忙。血一场，你是武殿神，家住哪里？不蒙愧，几岁入院？今年几岁28岁。平生服中计可是生气间呐，请将三斤兵不做亏心事。多数之人，生源之家，岂可自导东府杀人英雄？生源之力虽发，既无知道东府之能，哪有杀人英雄之理？哦，如此说来，牵涉到花金凶杀一案，有冤枉。副断章何不叫冤枉真为神明？大神凭我之冤呐！且有人检举你，需要当堂对证。君子坦荡荡，对则如何方？转检举人吴九郎。副局长，你咋出声？哦！哎呀，大神，这个败家之身是叶大人不可轻信。本官秘密问你，吴局郎把你告发清楚，实施访他之日，与他当堂对证。谢大人。二说。上头原是女为家，蓝山转学，他包银子把花花，好到生娘忙文化，一口生生杀了他，尸体泡在桃花井，300两银子是你拿，畜生，那是我与你生娘回去说笑话的。外语，我今晚想问二婶家钱，二是他拿起菜刀，再来再去要杀我。无耻畜生！我是杀周家7千块，周家余家7千块余家。傅天生，你是不为自导东府，岂非当面说话？哎呀，大神，我是小小与他并非真实东府。哎呀，
呀，大人，要不是我逃得快，我连命都没有了。你难道这杀人英雄岂可在别是小吗？来，哟，屈骨不正。吴先生，这是你的玉伞，是，这是你的银宝，是，这是你的蓝伞。真是，傅先生，你要仔细品衡了。真是深远的蓝山洞。他但傅先生，你的银宝为何与失落虎影相动？你的雨伞怎为了这道花？今内你的蓝伞血迹斑斑，你的脸上伤痕累累，城镇无证据见。哈哈哈哈！没才名杀人英雄，万不与我重生早来！大人，大人，我冤枉我要生病。兄儿别来！是。大人，这3百两黄银乃是我们举房所得。昨日路过桃花经营，居然看看还了个精彩，想不到那个香月娘蛮不讲理，说被这栋紫砂棍当得我血染蓝衫。这是我回家之后杀了这杀人的妻娃。想不了这个奴才上门叫杀，被我关之之后，他差点不搞积财结婚，奉大人命擒呐！哎呀，大人！我要是敲诈还说天在上头，不得好死！不用多言，退下。是。传萧云娘上堂。萧云娘上堂。哎呀，大圣圣冤呐！萧云娘今年几岁？孩子有孩儿，征婚几年？已有3年。夫妻可非好么？我父算了自身，从不规矩拒绝。丈夫放她几时出门？怎有失落出门？昨日回来，她可有到家？没有到家，今日才知道死得好惨呐！没有到家，你怎知她身上有300两虎银？我父出门时讲过，先取虎银300两，他是不信，有账可查。你可认识这吴连城？哎呀，大人，这只正是我在国家窃贼挑衅命令，被我丈夫当过耳光。你不杀！尽管藐视公道，小姨娘，她说你昨日与他吵架，将他雨伞抛入井中，与紫砂棍都当于他，可有么？他要青天大人呐！小女子昨日历尽此情事，怨我吵架为何语？分明是他反咬我，无言苦命是因为可一生偿付。天哪！死得错，怎能为你报冤仇？我是与你一起死啊，官场尘土，凡事晚了下去。傅先生，事到如今，还有何话可辩？阿哥大人，这个泼妇上身多次
玫瑰，因他平时不随妇道，勾引少年郎。哦，你说哪个是他姐夫？说，哼，幸亏此王还不是你反咬于他么？他真强作势，大人不顾情形给他。楚楚可怜小姨娘，并无半点芳华香。问你哪来衣裳靴？问你是何为谁上？玉山赠我桃花金铃。这个。为什么年女子不肯难长？大人，杀人镜中好死神，抢得文银三八两。是你亲口对其讲，是真是假不难拿想。调戏民女飞船来，可不败来心多娘。地来狡辩，你堂堂正义要伸张，大人，你我曾今天我知府，府断啥事不明啊了。夫良未到冤屈我骂你无度万贯太算了。我冤枉，我冤枉，我冤枉啊！好笑公堂难用神，驸马本官太嚣张。来哟！拉下去重当，死了他吧！我冤枉，我冤枉啊！一手，二手，三手，四手。我与口口难分，痛彻心扉。宋天成，你招是不招？走！啊！再把我同他饮，承受不起。深冤枉我只得排往延期。你招是不招？冤造皇宫。
臣接过名媛，副殿正之卿接过名媛。啊，且用无理取闹，退堂。大圣进城，所敬为必。唐僧，你别总是私定正啊！来得正好哇！平时他小小侧心，却弄伤。曾来啊，这我几位我兄长，我叫你从来与。
下跪女子，你是何人？引人赴怨。民妇是无殿生之妻，为父被他老爷屈到上朝，一举罪告从死。你丈夫谋财名，公正不为，死罪已定，你掌管法案，与我红了下去。你一张不正两面房，也怕对我一世素眼光。快追！他是矫健头死，命官传扬身为王，吩咐要用跨去转。官此怒气冲到旁，启禀大圣，这调虎警官的我被我拉住。他等女子见过一事相比，他老爷，你不见我伸冤，难道也不见我死吗？你既有冤要诉，见了本官为何不跪？跪下！你跪错了，大老爷在那边啊。民女一窥民间，二窥青天，只怕那边有一片乌云。phụ圣，吴殿臣谋财名，难道我冤屈了不成？他老爷，你可分得清？生得起，分得分得明。请问大老爷，我丈夫为家天上飞行，他怎会所岁？他怎会得桃花镜所岁？落上飞落山，他怎会桃花镜？想知道花镜黄皮左右不成？他老爷没遇到过桃花镜，声称乃蒙杀戮这句桃花镜，真是坐遇无成。是，请问他老爷，放他年轻力壮，无常夫风露所生，实是英雄，放他怎会说水太冰？不过，哼，明枪好斗，万箭难防，你丈夫定是百恨英雄。放他刀上剑下，必而死后下水。桃花镜居在美容酒店门口，实是英雄第一人们，门口是抬头举剑，难道他们都是二路眼下不成？这个，他老爷是读书之人，读书人出门佩戴钢刀凶器，天下富裕源于。结果宁儿要金分，老爷你为何不承认？乘上了平原上与梅花情，别分男子泪滚滚啊！呈上来。西东明府，偏远
忙。莫信家政与贼赃，查是错斩。大人，父兄才，只怕落月。事成了，水里长子为家后生，多谢青天我大圣为呀。群卿为何在书房唉声叹气？只因清明走到朋友家中，连累姐姐也呀牵挂，我真是越想越后悔呀。小弟不为一句，是在官在于你，告诉姐夫，换来凶残。不要告诉姐夫，小弟为你闭门都是闭门都是。把你吓成这副样子，下次不可也就是了。
多谢好姐姐。姐夫回来了，官人回来了。唉，官人为何叹气？还不是为了到花京那桩杀人疑难命案，本官找到杀人凶手，停当列斩。哎呀，鞠公子，你怎么了？哎呀，君卿怎么了？皇上发来，我上人外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梅香，快叫家丁请个医生来。是。梅香，先扶鞠公子回房再去。是，鞠公子最好。官人，到花京疑难案件，不是说已经破了吗？是啊，我本以为凶手招供，一堂庭审。既已破案，官人理当宽心才是。佛才秀才起难于正常，难不祥。迄今那写章之人必是道，了这个饱览宋史的老宋官，便一案便我重生在台桥，收下了长子天满脑，早上报判斩相问真good下。启禀大圣，年老大圣就见明天圣上。哦，工部上是念真真。啊，外公，听说是外公会看到，他是我亲娘的义父大高，官人啊，疑难案件可请教老马识途千里呀。工部不管案事，何况他已高老万相，不必顾问衙门之事。吩咐有请。是，有请年老大圣。夫人。终老相称不还官，也是官老不衙门，差不得要分冤终重生。你叫大人，老夫来得鲁莽。西间少女开颜层，老大人请上座。老外公在上，随我父亲一拜。免礼免礼。
他。老恩公一样，天爷竟想将断3岁之美呀！老夫不许有善万岁。臣才浓于江南施作，请公早晚享用。不，老夫不吞口服，贫无声色之好啊！哦，老尚书清净无为，必定长寿。怕得我好管严事，特来当上。何来当上？不妨请讲。且为这桃花镜命案，原闻其详。区命案，不关于老尚书老大人请臣嘛。快了，我是狗子老子。哎呀，多管严事了啊！不，官人，恩惠公不是为臣，正好请教。夫人，恩惠公啊，我郎里花公正，桃花镜，杀人凶犯要严惩，才知他今日归来心气闷，抱怨那犯案之你的心长城，了事过包揽官司的老宋棍，有从身真内去断包相问。少年之父我亲身，刚到国在夫人身，十分着包揽官司的老宋棍。莫非恩惠公知道是谁？是老夫要老婆子写长为这之事倒闭老脸，这宋官儿是独有实言了。刚才杜宇得罪，请恩惠公凶残。老宋官倒闭老脸，原是差不多的嘛不知不挂。哎呀，女去年事到一关。叶青，封他尸体，周日早上看一层审尸文，皮开肉绽，此非致命之伤。月次早上看一层审尸层，脑浆必裂。此乃致命一刀，请了。左刀前来与刀生，两刀里去才分。莫非不是一人看？老丈夫的心梦传奇，怪不得绣在衣裳转雪扫，难逃是同门帮兄别有神。言情方才我关门一对本城关，独是道放他抽开不言声，美酒许多小云娘，走
等于用了有奸情。谁？哦，弟弟，来，姐姐，快去拜见恩外公。姐姐，去呀！拜见恩外公。哦，当初的小婴儿已经长大了，几岁了？也18岁了。好，你要让你继父木村铁爷一举成名天下闻呐。是，也去桃花期一案，案情复杂，事不当面答复。我之父少年得志，整天强玩儿时，老夫有事告辞了。送恩外公。弟弟，你先回房再去吧。老人自言他有理，为什么官人带起万子迷？难道他知错不改？今夜我那知意，三千两刀三里情，是何人杀继父谋其妻？换万绪，从头起。昂上我，侧儿反儿遇难敌。官人老累，身体磅重，请用升堂。谢夫人。怎么谈而无味？夫人，你拿错了。升堂枕边谈不平，莫将错那怪为情。当初你苦痛
是谁分离？你从哪里来啊？巨郎，快你醒一醒嘛！你有钱啦？是我多钱引来的，马上醒一醒嘛。上面有血迹。没有，是你儿子的血迹。妈，我骂你这段经济一定笑出声啊！是哪个叫你出头来我高？是哪个送你多少满心结？月清天手掌他宽桃花街，你啥是知情不报才牵连？天空里要海岸，远在高飞跨到船。巨郎，巨郎，巨郎！一路迎来年怀里，连眼睛梦不安心。四归快放几本台，夜深耳目出门庭，满腹冤屈。不辞诉，足影在瀑布停。山风狂野不觉凉，无心观景伤心光。月前桥畔上人样，假设放他是同行。桃花经年把延长宽，放眼你都已壮壮，血迹一缕草地上，斑斑测试南衙门墙，山光云亮色都长，酒色迷人非算良，眼宽云扬上
民间学习秋天唱大风，横塞索无言鸳鸯黑秀才，啥不一便是同梅啥不白，与公子双双分在夫前辈。到如今三十同款一听谁总不能欣赏的石头落下来。去出了妙境的水儿若水在，缘只缘前世姻缘，乃成谁？这位可是方太大姑的大嫂？这是方太的坟墓，多闻甚？大嫂，你来启问，怎能空白无咎啊？是我伤心忘记了，忘记了，这也难怪。大嫂，用我征求。方太大姑是小弟来这来拜故于本恩之交，方太姑经常妹妹多公堂，也求山半十点子女高，是在府里生意好，缺少本钱无钱包，谁知大姑命不保，空被分些把就叫撇下你大嫂谁去了？我一定常你相助结与家。西天夜雨西关江，客上多彩一起是梦中见过这好相貌，我与我心中心难了，请随他上一里，此次中间一礼。梦里几分情意好，苦太无福一命好，望他经常提起你。哦，你请我
他没依靠，往后的日子总难熬，真心之去兄弟，大嫂，常令我小小举的印象娘。门上大嫂曾举了眉，可惜爹小在世家，稍稍举了媳妇拜，宁愿推上我的郎。一说到我心坎，愿最高飞绿箭旁，兄弟的美意不知道，西湖的鸳鸯画中鸟。大嫂说我莫大女，此地无声轻巧巧。五月天气流年，我这里养鸡甩儿，轻轻养。大嫂，好漂亮的扇子，借我看看。这就是你的，拿去。好，李俊卿，许兄弟，你怎么啦？啊，总不知方太大哥有名君卿呐。这是亲密与客，令我家中之分。青云与客留金山，爱情牵连是何人？我本当要将芸娘戏盘问，到此刻神不知为衙门问君哪去？许兄弟，你过来呀！大嫂，我看这里不太方便，你先回家，等我喝酒便了。许兄弟，哎呀，许兄弟，许兄弟，玉娘，大事不好，什么事？去了，你讲。玉娘，我这不中了反二招，这招真凶从这招，听说他早放的宽桃花径，定要让你上公堂，上公堂。我一想到我们必当怕这怕，每次欺负才带到才带到。不是你推外杀公堂，这块子不小就牢，小事给我神通光有招就你吃牢吧。好，49岁本是你，是你骗我上了当，如今我要了屈兄弟冤罪告废，此曾说，此曾说。来，哪一个求兄弟？谁是刚才谁的那位？客商，客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方才我与他交集而过，他容貌好似我姐模样。哎呀，他把金帅子骗走了。好啊，骗罪金帅是你自作之手，华军队也要定李俊卿杀人。是我自作之手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你这亲生，你这条毒手！要不是你，就不会害死放他。李俊卿没事放他，是你是为中门开一刀，伤了放他的性命，为的是保护我贤之妇。巨龙兄弟，我被他逼上了死路，你也被骗受害了。也罢，
有一同前去对外，巨龙兄弟也为我作证呐！先生姓朱，救命呐！我少你一命，必须依从于我。一定依侬，哎呀，一定依侬。你在胡高八路，性命不小，谁在我远在他乡，你会告发我吗？我不管，我不管。快走！啊，我走。哪里去？我打算得真去。好啊，我既不放过我也不放过他。小魔官当堂得真，走。我已经听了，小某只有一死之罪，杀生是你的囚郎。你在包庇你的亲戚，当心推送前程。虽死万段，情难消。为死。
回来了，请到内房迎娶。夫人，本官欲望问你一旁坐下。夫人，君卿到府几日了啊？小弟到府不过半载，他在府上结交哪些朋友？一文为语，都是些读书字体。为不为夫将那些饮酒赌徒啊？小弟也不饮酒，而不赌博。清明节他可有出门？他说侧府访友去了。当夜可有回来？哎呀，官人，他为呀不为呀，区区小事，不问也怕。夫人，你好糊涂啊！难道是这萧少光的公子见色许言？你去看来。离君情，清明有春风，美人鸳鸯家中把酒饮，对坐车清水饮，小妹风他来长见，君情也是难特身，拿起菜刀偏放他，烧着明晚下酒问，三光已是桃花情，有秀才有原因，因为君情保性命，二为知府保民生。此为万犯不得，要为去让我不成。桃花今已是案，一定要犯，且用这字吊呢？小弟来了，你是去问来？去呀！拜见继父。君卿，清明节你到哪里去了？是小弟一文为友去了。为何一夜未归？最到朋友家中，最到朋友家中。畜生！你看这是什么？为何落在小姨娘的手中？继父，小弟关于当夫杀人英雄，岂能容得？来，有。更衣时候，准备一身公堂。继父官人，继父救命啊！继父，继父官人，继父救命啊！要碎银呀，很难抢。
粉丝菜，
叫我如何救他？哎呀，夫人啊，那小三光定是有意报复，对公子下手，与老爷为难作对。自己这命案出得桃花井，与老爷做主，有他一生偿命，老百姓一定怕谁叫好。这样公子不就抛开在这，保住性命了吗？这，哎呀，夫人，一时中千金，切莫懊悔莫及。哎呀，老爷回来了。这个奴才他到哪里去了？夫人深明大义，事已至此，可与何用？官臣啊，真称他一生中真情孤恨呐。去官，去我什么？你讲啊！去官城开一条生路面，要放夫人此言差矣。秉公执法，依法而断，杀人这事，叫我于心何忍？叫我如何操守？郎心丢飞小三光，雄义害人失罗网，害了军情害放他，又害秀才谁冤枉，害来去要为你心存报复。工厂比你知府占去郎，命案出彩，桃花尽彩，亏何谁小三光，官城里当空从影。是在与他一人当，前程百姓多称快，夫人为他生冤枉，小弟受骗是从晚，开他几分也无法，莫叫你们相言断，莫叫为情成结房，心机无奈，亏在地
黑天做那杀人凶手李君清，证据确凿，只管大胆拿来。谁夫人，本官正在案事，夫人休得走廊。
将杀人凶犯押上堂来。是。将小三光押上堂来。我今你杀了我一个小三光，背着一个小囚郎，我看你为之不在为妙啊！可恨也！成为盲娘一扫空，穷奸去外民风，可恨你小三光！敲诈勒索财中，教唆夜色牢笼，一时家伙事都记成灭款父郎兄，奴的子弟判离斩。不管我饮血绿红，冤枉！小僧只有一时之罪，杀死放他，李军全是真凶。你杀四十几亲着女婿，气得我可死有余辜，与我押了下去。我今你要做清官，看你在不在囚牢，又怎么向你的夫神交代？与我上！将李君卿押上堂来。李君卿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何话可讲？小弟无法誓不忠心。只是这多病，万亲之父都家在意，叫他不要再为我伤心了。不谈你。此地无你踪，此关头的为主啊从，上空摆着米酒色，饮血不辞观英雄，体自闭，一生。真不知理你法度啊！我大人，下跪的乃是我的同胞手足，请我大人容我一击。夫人，你要戒了。弟弟，弟弟。
你，是今世天崩地裂，尘灰绵阳。要将秋天的鲜血送滚流彩也显希望非是谁，非是谁呀？呀，谁知是难逃生死两分离呀，弟弟，今朝是南京北雷锋，其实我的下羡慕长生意，君请你翻旁征服一个桃花尽，杀人凶手只有你。明知道小丑逃生
老丈说，你是真不得，你从何而来？何以惧他？何以教我？老夫人南京被我引不枉自私，更从南京官位。老丈叔从南京接起官位，但为李君卿杀令不正，负有杀令，但为的是公文没约，也不提升公才。哎呀，老丈叔啊！你一无杀令，二无公文，在这夫妻之间，令破绽暗记不得，你恐叫什么刀下留人？这道从天来救星，杀令恐惧小军情，令你上书官子大，不在其位不谋正，刀下留人是空话难用。言去，你咱去举笔的音，怎么不会是言成？不知道两应当一动真，去了一种意，谁又给是小三公怎么在少年城？当时上书梦相交，将出刀剑与刀声。杀人夜长不必共州云娘与君妻，云娘也是无对正啊，君亲与举手不清，满腹巨人都明暗，我怎能不地批判咱少年人？我道女人不明文，列在手中夸人心，他也不清是苦尽，这恰是受人情。其中圣经去不法，万般无奈痛我心。他们何情比何理，是少年才结亲，杀人可以不地名，问你拿掉律法的君亲不上提上礼，杀死放他别于才能。当年情苍生无上须谨慎，反复推敲谁了查尽地理岂可能？如有实证难杀人，千钧一发难久等。才名不详，天地间啊！嫂嫂，三弟之兵叛离张，言去推案是有唐真神。兵大神武的政府部对武局郎退换是手，说话他们上来是。参见我大二位免礼。错神，我不快去接公我大人。下人武局郎叩见大人。武局郎，小三光个反正你是小姨娘，未曾见到。小三光先是放他还有这小人娘，他都是左边子拿刀杀人。先前我都下在正事上请大人过目。呈上来。
举起于救了。李举清免你此度应是在小白骨之妻，谢谢大人不在此恩，谢姑年老大谢谢老大人最深之恩。不举老爷你前去公与你所为家好好做事。谢大人。请举夫神，神呀么神与神啊，执法无情，掐呀么掐。